的士司機只需要簡單幾步，即可完成商用版八達通申請。進行戶口申請前，請先預備身份證、的士司機證及儲蓄戶口嘅銀行戶口證明。請於 Apple Store 或 Google Play 下載商用版八達通 App。打開商用版八達通 App， 點選商戶登記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、手機號碼，並剔選同意條款及細則，然後點選下一步。設定你嘅賬戶密碼，必須係8至12個字母及數字，並重複輸入你所設定嘅賬戶密碼。確認無誤後，點選下一步。下一步，你會需要進行短信驗證。首先，打開你手機上嘅短信 SMS 應用程式，你將會喺大概5秒內收到由八達通所發出嘅短信驗證碼。之後重返商用版八達通 App 內，輸入接收咗嘅短信驗證碼。如未收到短信驗證碼，可點選申請重發驗證碼。下一步，你會需要進行電郵驗證。首先，打開你嘅電子郵件信箱，你將會收到由八達通所發出嘅電郵驗證碼，然後重返商用版八達通 App 內，輸入電郵內嘅驗證碼即可。如未收到電郵驗證碼，可點選申請重發驗證碼。完成雙重認證後，進入下一步，揀選商戶業務類型，點選左上角嘅的士司機後，點選下一步。下一步需要填寫司機資料及上載相關證明文件。首先輸入英文姓氏，輸入英文名字，輸入中文全名，揀選你嘅性別。之後就可以填寫你嘅身份證號碼及上載身份證明文件。請確保身份證明文件完整清晰，避免反光。如有地方展示得唔清晰或反光，請重新拍照及上載。然後繼續填寫司機資料，包括國籍、出生日期及輸入的士司機證號碼。然後你需要上載的士司機證，而你所提交嘅的士司機證必須喺10年有效期內，並顯示屆滿日期。另外，請確保的士司機證完整清晰，避免反光。如有地方展示得唔清晰或反光，請重新拍照及上載。上載的士司機證後，填寫住宅地址，請提供準確地址，用以寄送商用版八達通的士司機套裝。下一步需要上載儲蓄戶口嘅銀行戶口證明、提款卡、銀行月結單或銀行存摺均可，但請留意戶口持有人必須為申請人。請確保整份文件完整清晰無誤。銀行名稱、戶口號碼及持有人名稱清晰可讀，並避免照片反光。完成上載銀行戶口證明後，點選下一步，即可提交申請。申請提交成功後，請按確定。你可以將申請編號儲存，以便日後查詢相關申請審查進度。申請成功後，最快3個工作天內完成批核。批核成功後，你將會收到由八達通發出嘅確認電郵及短信。八達通最快於4個工作天內寄出商用版八達通的士司機套裝。收到商用版八達通的士司機套裝後，你可以掃描盒上嘅2維碼，查閱配對流動收款機嘅步驟。成功配對後，即可以隨時使用流動收款機收款。的士乘客一嘟即 pay。仲未下載商用版八達通 App， 立即下載啦！